再来看到高雄的中油林园厂新三轻的机组，早暗6点外，因为管线突起，造成一起漏泄火烧，嘛造成大量的空污。环保局上当会当甲因罚到500万。今仔日早起有真侪当地里长甲立委拢做伙去到中油林园厂的门口，要求行政院定要赶紧核定转型更新，加强公安。事情更新。立委甲24个林园区的里长17伫中油林园厂门口集合。中油高雄林园厂16暗时发生火灾，民代指出中油的设备已经旧啊，效能渐渐降低，已经无法度满足全球净零排碳的趋势。呼吁中油新三轻应该比照新四轻规划。3月10号，林园厂也发生火灾，在不到1星期的时间，3月16号又发生火灾。中油也是地方爱重视这个老旧设备更新的问题。消防出动真侪人来全力拍火。中油林园厂的新三轻机组，16尾暗6点外，因为公路跳脱，造成管线疑似泄漏起火。我们开炉之前，现场的同仁自主发现新三轻的低温工厂乙烯成品的冷冻器有一些状况，所以立即停止相关的一个减压查漏。火势一直到半暝要12点才完全灭掉，嘛造成林园工业区产生大量立中污染物。环保局赶紧派人到现场监测。乙烯冷冻器因发生泄漏引发火警，紧急排至废气燃烧塔处理，致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环保局以空污法对中油林园厂罚500万以下的罚款。大火造成空气污染，嘛烧出当地居民对四轻更新进度拖延的不满。呼吁政府伫5月20进前，赶紧核定四轻转型计划，减少居民面对厂内旧设备公安意外的惊吓。记者陈环武、明昭冠高雄报道。